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文哥說書啊！我係大家嘅主持人文哥。首先新年流流啊，就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更進一步先，最近都上咗好多唔同嘅賀歲片啊！今日同大家講一套啊，好精彩啊！就係2026年嘅農曆年初一呢，我文哥呢就走咗去睇咗呢個香港嘅喜劇嘅賀歲片啊！大家估唔估到係邊一套呢？冇錯啦，就係夜王啊，英文就叫做 Night King 啊！聽個名係咪好有霸氣呢？但放心啊，就唔係呢權力遊戲嗰啲夜王啊，就冷冰冰咁啦。今次呢，我哋就精彩啦！我哋係睇下呢個尖東夜總會嘅夜王啊！講到呢一套賀歲片嘅陣容呢，就一定係嚇親你啦！呢套片呢，就由呢個吳偉倫執導咧，冇錯，就係拍呢一個《毒舌大狀》嘅導演啦。呢個拍呢個《毒舌大狀》呢，當年就創下咗香港嘅華語電影票房紀錄嘅。大家呢都問會唔會有續集啦？導演就話啦，唔想再拍咁嚴肅嘅戲嘅。結果點啊？原來佢走出去拍呢一套嘅夜總會喜劇啊！監製呢仲有江志強啊，製作公司係安樂影片，基本上呢係一個好穩陣嘅班底嚟嘅。主演當然有大家喜歡嘅黃子華同埋鄭秀文，呢個組合一出我已經覺得呢好有氣味啊！好啦，不如講下呢個故事背景，就係講述2012年嘅尖東夜總會行業。哇，聽落真係好精彩！如果你有少少年紀咁呢，你都會記得當年嘅尖東夜場真係呢燈紅酒綠啊！有咩中國城大富豪新花都咁，嗰種繁華係一個年代嘅象徵啊！而導演都講到明佢其實真係有啲情意結嘅，想重現80-90年代嗰種千禧年嘅夜生活情況咁。但同時電影亦都係充滿懷舊啊，仲講下行業嘅式微、時代變遷。作為賀歲片就真係有少少人情嘅味道嘅。劇情方面係點啊？主角就係阿歡哥啦，就係由呢個子華神飾演嘅，喺呢個老牌夜總會冬日夜總會裏邊做一個總經理。典型嘅夜場老手，識做人，識應酬亦都識拆彈嘅。但有一日夜總會俾咗一間企業收購，而空降咗做 CEO 嘅人係邊個？原來係佢嘅前妻阿 V 姐，就係由呢個鄭秀文演嘅。哇！呢一個嘅 setting 真係非常有火花嘅。前夫做總經理，前妻做 CEO， 仲要理念完全係唔相同添。歡哥就想守住呢個傳統夜總會嘅文化， V 姐就想搞下啲現代化嘅轉型啊。簡單咁講盛世嘅王道就對呢個末日嘅霸道，兩個人鬥智又鬥嘴，又有啲懷舊嘅味道賀歲片味即刻就出晒嚟添。好啦，講到呢一個子華神做呢一個歡哥啦，我完全都想象到佢嗰種機智有少少串嘴式嘅幽默擺喺呢個夜總會經理身上，簡直係天衣無縫啦。而鄭秀文做呢個 V 姐強勢霸氣，帶點情感矛盾。Sammy 呢一種又懶又型嘅氣場真係好適合嘅。最正係咩佢哋喺戲裏邊係歡喜冤家一對咯，一邊鬥嘴又鬥理念，一邊其實仲有啲感情線添。你可以想象到一套戲嘅對白真係好密
好 sharp 咁嘅。嗱，導演呢之前呢都喺官方度講到呢，係爆一句對白嚟聽下先。數講邊個數啊？數簿條定係你八字嗰條數啊？哇，聽落真係充滿港式嘅喜劇味啊！好啦，不如我哋講下夜場嘅眾生相。除咗呢兩位嘅主角啊，陣容真係非常之豐富嘅。王丹妮做媽媽生 Coco， 廖子妤咧就做呢一個楊思穎都有份出現喎。仲有啊，謝君豪做呢個富豪嘅客人啦。哇，成個夜場入邊啊，有媽媽生，有小姐，有太子爺，有黑道坐館啊，仲有經紀佬添。基本上咧係一個小型嘅社會賀歲片，成日都會係咁噶啦，用一個場景講晒人情世故。咁今次呢一個場景咧，真係大家想到嘅夜總會咯。嗱，注意呢一個嘅電影嘅主題曲咧，就係《星宿傳奇》啊，呢個咧真係重點嚟嘅。鄭秀文啊，重新灌錄咗佢當年1997年嘅經典金曲嘅《星宿傳奇》。當年呢首歌啦已經係好 hit 噶啦，今次再唱呢，仲配合夜景嘅背景啊，哇，氣氛真係一流嘅。仲有啊，shy 一次嘅 version 加少少 rap 嘅元素添。嗱，你可以想象到啊，戲裏邊應該有好多華麗嘅表演場面。賀歲片一定係夠熱鬧噶啦，大家同唔同意呢？票房呢樣嘢呢，就首先一定要睇下呢套戲呢，就係一套長達132分鐘嘅電影嚟嘅。點呢，就因為某一啲嘅對白啦，所以呢定為2B 級嘅。導演仲講下笑，如果票房接近1億港元嘅話呢，會考慮出一套3級嘅加長版添。哈哈，睇嚟呢一個可能係一個幾期待嘅，但係又可能係一個笑話嚟喎。大家係點睇呢？但亦係啊，我哋要講一講呢一個時代呢，表面上係一套喜劇嘅賀歲片，但核心就真係有啲故事嘅。嗱，講到當年呢個行業嘅沒落，繁華退去，人點樣可以適應時代嘅變遷呢？夜總會嘅存亡其實好似香港某啲行業嘅縮影。導演自己都會講希望引起觀眾嘅共鳴，所以佢只會係搞下笑，但係亦都少少地淡地講下一啲嘅哀愁啦。但放心作為賀歲片最後一定係唔會沉重嘅。嗱，新年流流嘅一定係帶住啲歡笑收場。作為賀歲片佢有咩特別呢？嗱，呢度2026嘅賀歲檔期競爭一定大嘅，但夜場文哥覺得有幾個賣點。嗱，首先有子華神，然後有鄭秀文，毒舌大狀班底，夜場嘅題材經典金曲加埋，最重要佢就係一種屬於香港獨有嘅本土嘅文化同埋味道漸凍夜總會媽媽生呢個富豪級嘅觀眾聽眾們，哇！呢一個嘅元素係好地道嘅香港故事。文哥總結下啦，講到尾呢個夜王唔係一套普普通通特效嘅賀歲片，係亦都唔係講下科技或者古代嘅情懷，佢係一套有香港嘅味濃人情味重，帶住啲懷舊嘅氣息，又會有啲爆笑嘅對白嘅賀歲喜劇。如果你想新年同朋友入戲院睇笑下聽下歌，睇下子華神少少幽默又有少少串嘴嘅演繹仲要睇埋呢個 Sammy 嘅霸氣添，呢一套就真係 perfect 嘅電影嚟嘅。好啦，文哥喺度都同大家講到差唔多啦。最後都希望大家支持下本地嘅電影，新年流流一定要睇呢套夜王。好啦，再同大家講一聲新年快樂，步步高升。好啦，我哋下次見啦，拜拜。